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名从医超过30年的骨科医师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，在台湾，每15秒就有一位50岁以上的长辈因为跌倒或关节疼痛而送进急诊室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我们每天在医院里亲眼见证的现实。你是否发现自己走路时越来越容易失去平衡？膝盖开始隐作痛，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扶着桌子，甚至穿袜子时都要靠墙壁支撑。如果你有这些症状，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完，因为这些都是身体正在向你发出的警讯。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资讯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一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今天我要介绍一个来自日本的秘密方法，叫做相扑深蹲。这是日本长辈用来维持晚年健康、预防跌倒的简单运动。它不需要任何器材，不需要去健身房，甚至不需要你走出家门，但是它的效果却可能改变你接下来10年、20年的生活品质。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一天天沉睡，肌肉在没有感觉的情况下逐渐萎缩，力量在不知不觉中流失，直到有一天，你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日常动作都变得困难。这种变化是如此缓慢，以至于当你察觉时，往往已经失去了很多独立生活的能力。如果你不把这支影片看完，你可能每天都在变弱却浑然不知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错过一个能让你重新掌控自己身体的机会。今天我要教你的不是那种需要举重、需要跑步的激烈运动，我要教你的是如何从内部唤醒你的身体，让那些已经沉睡多年的肌肉重新苏醒，让你的关节重新找回稳定性，让你的身体记起它原本就拥有的力量。请你一定要看到影片结束，因为在最后我会用60秒的时间，一步一步带住你做这个动作，确保你做得正确，做得安全。这可能是你今年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让我先跟你解释一个医学名词，叫做肌少症。这个词的学名是 sarcopenia， 指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的肌肉质量减少和肌力下降。你知道吗？这个过程其实从我们30岁就开始了，但是在50岁之后会急剧加速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就像一栋房子，肌肉就是支撑那栋房子的梁柱。当梁柱开始腐朽，变得脆弱时，整栋房子的结构就会变得不稳定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，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受伤，越来越难维持平衡。在我们的身体里有几组肌肉特别容易关机。第一组是大腿内侧的肌肉，医学上叫做内收肌群。第二组是臀部肌肉，也就是臀大肌和臀中肌。第3组是髋关节周围的肌肉。这3组肌肉对于我们站起来、走路、保持平衡都非常重要。但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却让这些肌肉几乎完全没有机会工作。想想看，你平常的一天，早上起床后坐着吃早餐，然后坐车或开车出门，到了办公室继续坐着工作，中午坐着吃饭，下午继续坐着，晚上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即使要上楼，我们也习惯搭电梯；即使坐足，我们也习惯靠在有靠背的椅子上。这种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身体忘记了如何工作。那些原本应该支撑我们、保护我们的肌肉，因为长期不使用而进入了休眠状态。结果就是所有的压力都转移到了我们的膝盖和腰椎上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有膝盖痛、腰痛的问题。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要跟你分享。你不需要突然开始做剧烈运动。事实上，对于已经休眠多年的肌肉来说，突然的剧烈运动反而可能造成伤害。
你需要的是一种温和但有效的方式，来重新唤醒这些沉睡的肌肉，提醒他们：嘿，你们还在这里，该起来工作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相扑深蹲如此重要。它不是要你做高强度训练，而是要给你的身体一个清楚、安全的讯号，让那些休眠的肌肉群重新启动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如果你每天只花5分钟做这个动作，持续10天，你就会感受到明显的差异。你会发现站起来变得更容易，走路时更有信心，膝盖的压力也减轻了。现在让我详细的告诉你，相扑深蹲到底是什么，以及它为什么这么有效。首先，让我描述一下这个动作的姿势。你站立时，两脚打开的宽度要比肩膀更宽，大约是肩宽的5倍。然后你的脚尖要稍微向外旋转，大约呈45度角。接着保持背部挺直，就像有一根线从你的头顶往上拉一样。然后慢慢的，非常慢的将你的臀部往下降，就好像你要坐在一张看不见的椅子上一样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当你正确的执行它时，会发生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。你的臀部肌肉、大腿内侧肌肉、髋关节周围的肌肉会在同一时间被启动。这些肌肉群正是我们刚才说的防跌倒肌群，它们一起工作，才能让你的身体保持稳定和平衡。让我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，想象你的身体是一台电脑，而这些肌肉群就像是进入休眠模式的程式，它们没有坏掉，只是暂时停止运作了。相扑深蹲就像是重新启动的按钮，它会同时唤醒这些程式，让它们重新开始工作。如果你不做这个训练，这些肌肉会继续萎缩，你会开始注意到下楼梯时腿会发软，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用手撑，甚至连从马桶上站起来都变得困难。这些看似小事的变化，其实都在告诉你，你的防跌倒肌群正在衰退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我有一位病人，姓陈的先生，今年62岁，住在台南。他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说，他最困扰的事情就是看完电视后要站起来非常困难。他说每次看完新闻要从沙发上站起来时，都需要先把身体往前挪，然后用双手撑着膝盖，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站起来。他的太太很担心，怕他有一天会摔倒。我教了他相扑深蹲这个动作，请他每天早晚各做5次。2个星期后，他回来复诊时，脸上带住笑容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现在站起来容易多了。”他说他不只是站起来变容易了，连走路都感觉更稳、更有力量。他太太也说，看到他的改变，他放心多了。这就是相扑深蹲的力量，它不只是一个腿部运动而已，它是一个重新启动开关，启动你整个身体的稳定系统。当你保持这个姿势，深深的呼吸时，你其实是在教导你的身体如何重新变得稳固，如何重新找回力量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，根据国际研究资料显示，全球平均每11秒就有一位年长者发生跌倒事故。在台湾，跌倒是65岁以上长辈事故伤害死亡的第2大原因。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是无数各家庭的悲剧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大部分的跌倒其实是可以预防的。关键在于一个叫做本体感觉的能力。这个医学名词的英文是 proprioception， 它就像是你身体的 GPS 系统，让你知道自己的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置，以及如何保持平衡。当你年轻的时候，这个系统运作得非常好，你不需要思考，就能自动调整身体的姿势，保持平衡。但是随着年龄增长，加上缺乏适当的训练，
这个 GPS 系统会开始变得不灵敏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走路时会觉得不稳，或者在不平的地面上容易失去平衡。相扑深蹲之所以能改善本体感觉，是因为它需要你做缓慢、受控制的动作。当你慢慢下蹲时，你的大脑必须不断地接收来自肌肉、关节、内耳的讯息，然后整合这些讯息来保持平衡。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你的 GPS 系统。让我描述一下很多长辈都有的经验：穿袜子时必须扶着墙壁，不然就会摇晃；走楼梯时一定要抓着扶手，不然会害怕地板稍微湿滑就感到恐慌。这些都是因为失去平衡信心所产生的行为。我在门诊中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，他们因为一次跌倒的经验，从此失去了信心，变得越来越不敢活动，最后形成恶性循环。有一位70岁的李女士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现在连去巷口买菜都害怕，因为我怕自己会跌倒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真的很心疼。但是好消息是，透过正确的训练，这个能力是可以重新建立的。当你持续练习相扑、深蹲，你的身体会重新学习如何在失去平衡时自动调整、自动修正。它会学会在你真的跌倒之前，就先稳住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，不要等到跌倒了才来想办法。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。现在开始训练你的平衡能力，就是在为未来的自己做最好的投资。请你今天就开始练习，不要再拖延了。现在让我跟你谈谈另一个相扑深蹲带来的重要好处，它能够重新启动你的新陈代谢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身体里最大的肌肉群就在下半身，包括大腿肌肉、臀部肌肉，还有关节周围的肌肉。这些大肌肉群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能量消耗者。当它们活跃地工作时，会消耗大量的热量，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：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台汽车，气缸越多，越大的引擎，即使在怠速状态下，也会消耗更多的燃料，产生更多的热能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你的大肌肉群活跃时，你的身体就像一台引擎运转良好的车子，会持续燃烧能量，保持温暖和活力。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常常跟我抱怨：医师，我明明吃得很少，为什么还是一直变胖？或是说，我觉得自己一整天都没有精神，总是觉得累。这些问题的根源，往往就是新陈代谢变慢了。当你的大肌肉群长期不使用，它们不只是会萎缩，还会降低你整体的代谢速率。这意味着你即使吃的不多，身体也无法有效地消耗热量，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化成脂肪，特别是容易堆积在腹部。但是当你开始规律地做相扑深蹲，你会发现一些美好的变化。很多我的病人在练习2个星期后跟我回报说，他们感觉肚子变得比较轻松，不会那么胀，早上起床时感觉更有精神，白天工作时不会像以前那样容易累。这些都不是偶然，而是因为你的大肌肉群重新启动了，他们开始工作，消耗能量，提高你的基础代谢率，你的身体重新找回了活力的源泉。我要跟你强调的是，你不需要做很激烈的运动，也不需要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。相扑深蹲就像是你身体的充电器，它温和但有效地重新启动你的代谢系统，
试住每天早上花10分钟做这个运动，你会发现整天的精神都变好了。这是给你自己最好的礼物，也是最自然、最安全的提升活力的方法。接下来我要谈谈相扑深蹲对心脏的好处。很多人以为要强化心血管系统，就必须做激烈的有氧运动，像是跑步、骑脚踏车或是快走。但是对于5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，这些运动往往太过剧烈，反而可能造成负担。相扑深蹲的美妙之处在于，它能够启动血液循环，促进血液流通，但是却不会让你气喘吁吁或是感到过度疲累。我喜欢用这个比喻，相扑深蹲就像是温柔地唤醒你的心脏，而不是突然把它惊醒，让它慌张地跳动。当你使用这些大肌肉群时，你的心脏需要泵送更多血液到这些肌肉，但因为动作是缓慢而受控的，心脏可以稳定的、有节奏的工作，不会突然负担过重。这种温和的刺激，反而是最好的心脏训练。很多长辈告诉我，他们尝试过跑步或是快走，但是常常觉得太累，很难坚持下去。有些人甚至因为太喘而放弃了。但是相扑深蹲不一样，它就像在你的客厅里散步一样轻松，不需要出门，不需要面对天气的变化，就能达到训练心血管的效果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你把相扑深蹲和深呼吸结合在一起时，会产生一个非常棒的效果。缓慢的动作配合深层的呼吸，会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，这是我们身体里负责放松休息的神经系统，它能帮助降低血压、稳定心跳、减少压力荷尔蒙，甚至改善睡眠品质。我建议你在做这个动作时，吸气3秒，下蹲3秒，然后呼气3秒，站起来。这样的节奏不只是在训练肌肉，更是在照顾你的心脏，在为你的心血管系统做最温柔的保养。记住，照顾身体不一定要很辛苦。相扑深蹲证明了，温和而持续的运动往往比激烈但无法持久的运动更有效。你的心脏会感谢你选择了这个聪明的方式。现在我想跟你谈谈一个更深层，也许更重要的主题：自信与尊严。在我超过30年的行医生涯中，我深刻地体会到，50岁之后最大的失去，往往不是身体的力量，而是对自己的信心。当你发现自己需要依赖别人才能完成以前轻而易举的事情时，那种挫折感和失落感是非常沉重的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李女士68岁，住在高雄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眼眶是红的。她说，她最难过的不是身体的疼痛，而是每次要从沙发上站起来时，都需要叫儿子来帮忙。她说，医师，我以前都是自己照顾孩子长大的，现在反而要他们来照顾我，我觉得自己好没用。听到这些话，我真的非常心疼。我知道这不只是李女士的感受，而是许多长辈内心深处的痛苦，失去独立的能力，就像失去了自己的尊严。我教李女士做相扑深蹲，请她每天早上起床后练习。一开始她很没信心，担心自己做不好，担心会跌倒，但是我鼓励她，从最简单的开始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1个月后，
李女士回来复诊，她的脸上带住笑容，一种我第一次见她时从未看过的笑容。她兴奋地告诉我：“医师，我现在可以自己站起来了，而且上个礼拜我自己一个人去菜市场买菜，走了半个多小时都不觉得累。”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骄傲和喜悦。你知道吗？每一次你成功地完成一个深蹲，你都是在对自己的身体说：“我还做得到。”每一次你稳稳地站起来，你都是在证明我还是可以的。这个种感觉是无价的。很多长辈因为害怕跌倒，害怕给别人添麻烦，开始减少社交活动，不敢出门，甚至不敢跟朋友见面。这一种自我封闭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但是当你重新获得身体的控制能力，当你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时，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。相扑深蹲不只是一个运动，它是重新找回自我价值的过程。它让你知道，你仍然可以独立，仍然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。这种自信和尊严是金钱买不到的。请你实践7天，然后回来留言，告诉我你的改变。我相信你一定会看到不同的自己。现在，让我非常仔细地教你如何安全、正确地做相扑深蹲，请你跟着我的步骤，一步一步来。第一步，站姿准备，双脚打开，比肩膀宽一些，大约是肩宽的5倍，脚尖稍微向外打开，大约45度角。想象你的脚尖指向时钟的10点钟和2点钟方向。第二步，调整上半身，挺起你的胸部，肩膀往后拉。想象有一根线从你的头顶往上拉，不要驼背，也不要过度挺腰，眼睛看向前方，不要低头。第三步，开始下蹲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地将你的臀部往后往下移动，就像你要坐在一张很低的椅子上一样，膝盖跟着向外打开，但不要超过脚尖。下蹲时，想象你的臀部画一个向下的弧线。第四步，保持姿势。当你下蹲到最低点时，大约是大腿与地面平行的位置，停留2到3秒，保持深呼吸，感受你的大腿、臀部、髋部的肌肉在工作。这个停留非常重要，不要急着站起来。第5步，站起来，呼气，同时用你的脚跟用力踩地，慢慢站起来，感觉是从脚跟发力，带动整个身体向上。站起来时，记得要加紧臀部。刚开始练习时，1天做5次就够了，不要贪多。重要的是动作正确。当你感觉越来越轻松时，可以慢慢增加到每天15次。重要的安全提醒：如果你最近做过膝盖手术、髋关节置换手术，或是站着时会感到明显的晕眩，请先寻你的医师再开始练习。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。如果你担心平衡问题，可以在旁边放一张椅子，必要时可以扶住。相扑深蹲是一个聪明的运动，它不疼该让你感到疼痛，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。如果你做起来感觉舒服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，也许你的分享能帮助到一个人，甚至能避免一次跌倒的发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的影片快要结束了，但是我想用最温暖、最真诚的话语跟你说，你的身体从来不会放弃你，只要你愿意给他一个讯号，告诉他我还在这里，
我知道你可能已经50岁、60岁，甚至70岁了。也许你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保持健康的最佳时机，也许你觉得改变太困难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真正的改变从来不需要天翻地覆的决心，它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每天的坚持。每一次你做相扑深蹲，每一次你慢慢蹲下又站起来，你都是在告诉你的身体，我还在这里，我还想要活得有尊严，活得有力量。每一次的动作都是一个提醒，我仍然存在，我仍然强壮，我仍然可以。我看过太多的奇迹了，那些原本连站起来都困难的病人，在持续练习后，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自主权。那些原本不敢出门的长辈，现在可以自信地走在街上。那些原本需要依赖他人的人，重新获得了独立。如果他们可以，你也一定可以。年龄从来不是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太晚了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开始永远不会太迟。你的身体一直在等待你的召唤，只要你愿意开始，它就会回应你。今天回家后，找一个安静的时间，试住做第一次的相扑深蹲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就是简单的蹲下去，再站起来，感受那些沉睡的肌肉被唤醒的感觉。相信我，那是一个美好的开始。记住这句话，动起来就是最好的良药。你不需要昂贵的药物，不需要复杂的治疗，你需要的只是每天5分钟，给自己的身体一个机会。复原的旅程不是从健身房开始的，而是从你自己的房间开始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强壮。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健康，一起走向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。谢谢你看完这支影片，祝福你健康平安。